無人理解的壓抑和痛苦的記憶不用說，頭顱內裏錯亂到仍沒法去彙報，文字已被痛。你自卑自困，故事我未會多問，掩上大門，跟手熄燈，陪着你等。沉重話題別再演，無用理會我自辯。微雨我看見淚眼，我也看得見目前。即管去沉默，不必說話，即管去沉澱，好好消化。傷心了那像要開記招引人盤問，只想吞了的話。She's nothing that doesn't mentions and ever follow you. 盡前寫好離譜的美麗世人不懂，亦能替我。如果想快樂，別稀罕，能跟你在荊棘中共湧，就熟悉我。是場惡夢，我仍然跟你監指都沒用，盡情失控，離譜的美麗世人永不。Hello， 我哋係今屆嘅 KKBOX 校園大使，我哋有一條問題想問下你關於距離嘅呢樣嘢。係，想問下你對你至今為止啦，你覺得最長嘅距離係乜？我覺得我同我自己嘅距離係最遠㗎，即係同我嘅係啊，我嘅 inner self 最 raw 嘅自己係最遠。我覺得近年係拉近咗嘅。例如我覺得呢隻碟都係點解我頭先話呢個碟係關於距離呢？因為其中一個就係同自己真正嘅自己嘅距離。因為我覺得好可能以前細個嘅時候好多以為自己係咁樣，或者理想中係咁樣，但係其實自己唔係咁樣。咁有好多呢啲 themes 係 explored in the songs 咁樣咯。覺得今次嘅 listening party 我好中意啊，好中意呢個距離去講關於距離嘅故事咯，我覺得之後就好成件事好完整。